大家好啊！華記10月20號報道啊，近期咧好多嘅殺豬盤咧，就喺柬埔寨啊、緬甸啊、泰國啊呢啲詐騙園區啊，而家啲電詐案啊，就揾到哇幾百億，甚至乎咧係上千億嘅。咁啊，見到好多人咧就通過 AI 啊、虛擬貨幣嘅平台啊，或者 Telegram 啊。呢啲咁嘅等等啦，比特幣啊、穩定幣啊，咁就將呢啲咁嘅詐騙翻嚟嘅金錢、洗黑錢就去到 Bitcoin 嗰度。點不知咧，我睇到成個大棋局，原來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特朗普全部都同我打工嘅。原來真係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。所有人都係為特朗普打工，特朗普就提供一個虛擬貨幣平台 AI 先進嘅科技、先進嘅通訊設備、技術支援，就俾晒全世界嘅人。咁當你覺得咧詐騙翻嚟嘅錢咧可以代代平安，或者自以為好聰明嘅點樣呃到啲錢嘅，跟住就將佢諗住咧變做 Bitcoin， 神不知鬼不覺，你就可以喺網上嗰度咧就發財跟住就成世就洗黑錢，就完全咧就不留痕啦吓。點不知虛擬貨幣背後就係老美特朗普收網，所有你哋嘅人自以為好聰明嘅，即係包括咧啱啱有一個柬埔寨同緬甸嘅園區。有10幾個園區嘅陳志啦，跟住咧喺英國落網嗰個錢志敏啦，佢哋全部都係啲 Bitcoin。錢志敏就俾英國政府就充公咗差唔多成600億嘅 Bitcoin 啦港幣。咁呢個陳志咧就超過1200億港元嘅 Bitcoin 就俾美國政府充公咗啦。其實而家咧你成個格局咧就係你最後尾嗰條路。都係將所有詐騙翻嚟嘅錢變晒做虛擬貨幣，你就以為走到。好多人佢覺得喂，點解嗰啲人咧成日講大陸唔好啊？大陸呢樣嗰樣唔好啊咁，因為大陸咧佢使錢咧你係有管制嘅，因為你洗黑錢咧你好難咧就逃過咧即係內地嗰個法制。咁但係你虛擬貨幣就跟唔到，所以我哋中國咧。就係禁止虛擬貨幣係可以合法咁樣應用，因為你跟唔到啲錢嘛，所以好多人咧身有屎啊，或者係嗰啲不義之財啊、巧取豪奪啊、詐騙啊翻嚟嗰啲錢咧，佢就中意流向外國，因為流向外國一個好自由嘅地方，佢哋話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，其實就係一個使錢嘅天堂，係嘛？咁你去到美國哇，仲買好多資產，去到英國仲買好多資產，全部咧就變晒啲地產大亨。到頭嚟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你都係益咗佢老味嘅啫，都係益咗特朗普啊，都係益咗啲英美啊呢啲咁嘅首領嘅啫。佢又過癮啦，你咪揼石仔啦，搵一紮人去園區係咪？又電詐又成，好啦，賺咗好多錢啦。跟住佢哋殊途同歸，最後尾嗰個步驟都係變做虛擬貨幣、穩定幣 Bitcoin， 跟住佢就收網，一收網通殺開圍式，就係咁簡單。呢個世界呢個就係叢林法則、遊戲規則。喂，呢個世界從來都黑吃黑噶啦，永遠呢個地球都係叢林法則，黑吃黑噶啦，仲要唔敢出聲喎。喂，你詐騙翻嚟噶嘛啲錢？咁我哋咪充公你咯。其實充公你嗰個人，佢就係提供呢個技術支援，提供呢個洗黑錢嘅平台，提供呢個科技嘅支援、通訊嘅支援，所有嘅 backup 都係佢哋俾你哋啲詐騙大佬嘅。咁你啲詐騙大佬攞晒，以為哇喺老美咁多正嘢嘅，攞晒之後，攞嚟做工具，搵到好多錢之後變咗虛擬貨幣，跟住佢就同你講，我係正義之師，你哋呢啲犯罪嚟嘅錢咧，我全部充公，你咪益咗佢咯。其實你哋全部都以為自己係高人一等，其實全部都係傻仔。而家就變真正殺豬盤就佢老味
殺到你一棟都冇。咁啊，順帶一提啦，特區政府咧都應該做下嘢嘅，因為咧喺香港01佢就查到咧喺尖沙咀有一棟樓咧就係佢哋呢個幕後集團擁有，市值幾十億嘅。咁今日華探長查案咧，我相信好快咧佢就會左手交右手。點為之左手交右手咧？因為如果你係變咗一個國際通緝犯嘅時候，資產會沒收噶嘛。咁喺未轉成一個國際通緝犯嘅時候，咁呢啲資產點樣可以合法咁樣甩走咧？就係左手交右手，佢就可能揾一啲相熟嘅人做一個低價嘅成交，咁嗰件貨已經唔係嗰個物主啦，冇得追噶嘛。咁相信呢一件事就會好快咁發生，即係根據我哋做地產嘅經驗啦，因為透過轉手你就可以釐清到個關係，即係總言之你唔係局中人。咁所以我諗特區政府都需要 take 一啲嘅 action， 因為你見到我哋香港啲電詐案 JPEX 拉晒人封晒艇，最後尾都冇檢控，其實我哋就比較係落後嘅。相對呢啲咁嘅電詐案嘅法例咧，我哋係拉到人都落唔到差處，所以我自己覺得香港其實咧係需要跟內地學習啊，即係特事特辦啊！即係如果你真係有證有據嘅，即刻 take action 啊，唔使同佢講咁多。希望咧我哋特區政府咧聽到我哋嘅聲音。今日報道住咁多先，多謝大家支持。大家好啊，我係華記啊！嚟緊嘅11月1號、2號星期六日，我哋會喺九龍半島酒店6樓漢口廳舉辦大阪天璽陽光大廈嘅投資說明會。歡迎大家 WhatsApp 報名98550260，到時見。又係每月推廣美味嘅大自然素食飯盒啊！我哋會喺11月2號星期日上晝嘅11點3咧，會免費派發咧好好食嘅大自然素食飯盒，到時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叔叔，嘿，呢幾日覺得開唔開心啊？哇，好開心哦！係啊，點解啊？因為我們這次呢 LST 業主來大阪來收樓了，他們非常之興奮，非常之開心，非常之滿意喎。冇錯啦，各位朋友，如果想感受下呢份喜悅嘅話，可以點樣做啊？叔叔可以來到大阪來找我搜搜，然後我們帶你去看我們的 LST 住 LST。當然了，如果你沒有辦法來到大阪，那怎麼辦呢？燕妮，就是可以嚟我哋香港，差啲轉咗呢個國語，就是可以嚟我哋香港呢個11月1號有個半島酒店嘅大阪民宿嘅展銷，11月1號同2號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私信我哋報名嘅。拜拜。我係 Libby 啊，咁啊，我想介紹翻我哋今日 Sunshine 集團旗下啦，咁我哋公司嘅項目咧，已經由2013年到而家啦，總共有10個項目喺手上噶啦，咁其中4個咧已經係入咗伙，咁又有啲係營運緊民宿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嚟緊今年嚟講咧，我哋咧就會有幾個項目都動緊土，喺今年年底咧就會有2座物業民宿項目咧就會落成入得伙噶咯喎，咁我哋而家咧就係有個道頓堀天璽陽光大廈嘅，咁呢個道頓堀2期啦，咁我哋而家係限量加推單位啊！咁呢物業嚟講咧，去到呢個道頓堀嘅地標啦，咁或者日本橋嘅車站，只需要5至6分鐘嘅路程就可以徒步啊！地理位置非常之優越啊！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去想諮詢啲樓盤啊，可以隨時咧揾我哋香港同事又得，日本同事都可以嘅。我哋公司咧就會舉辦啦萬博米芝蓮嘅投資睇樓團，可以入住我哋陽光大廈嘅民宿啦，體驗一下同埋實地考察我哋嘅地盤項目噶。有興趣嘅朋友即刻 WhatsApp 以下嘅電話。大家好啊，我係司徒啊。咁呢間分店咧就係呢個廣東道320號嘅尖沙咀嘅分店喎。咁我哋紮根咗喺呢區咧就差唔多20年噶啦。另外我哋喺呢個寶靈街38號咧就有間佐敦分行嘅喎。咁嗰間分行咧經營咧主要係油尖旺嘅二手物業嚟嘅。另外我哋有一間咧就喺大角咀嘅港灣豪庭分店嘅喎。咁啊都係經營呢個港灣豪庭嘅二手物業啦。最後咧我哋有一間喺土瓜灣嘅喎，經營呢個啟德啦同埋長廊灣一帶嘅一二手物業嘅。如果大家想查詢呢個一二手物業咧，歡迎WhatsApp 我哋以下嘅電話查詢啦，多謝晒。
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Libby 啊，好耐冇同大家打招呼啦。咁我哋呢排忙緊啲咩呢？咁我哋其實咧不斷咧都同啲客戶啦上去大灣區睇樓㗎喎。咁我哋有中山啦同珠海，咁主要客群咧都係啲想買嚟退休啦，銀碼唔會太大，上車容易做到按揭嘅單位㗎喎。咁我哋每個月咧都會有一個國內睇樓團嘅，咁我哋就會喺專車接送啦。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聯絡我哋以下嘅電話號碼。